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YouTube，我係賢人。依家日元咧就夾喺中東局勢同埋匯率干預呢兩個風險之間，所以一直都喺158.50到159呢個窄幅區間徘徊。雖然琴日美金有少少被買入，但其實上升嘅空間都仲係好有限。今日大家都關注住呢個走勢會唔會繼續落去，不過要有明顯嘅波動，市場都要有咁吸引人嘅因素先得㗎。暫時佢哋都幾難，所以今日呢，我都會一邊留意住大環境，一邊揾下呢有啲嘅短線可以操作啲位，同大家一齊睇下。麻煩大家多多支持。咁我哋繼續講落去啦。依家呢就睇下周線圖，依家周線圖都見到一個好靚嘅上升趨勢，沿住條趨勢線呢都有做翻嘅回調。未來走勢方面呢，大家都關注住呢會唔會突破之前最近嘅高位。不過正如我之前講過，依家個價位喺過去2年嚟講都算係好高，160.50先呢個位更加係上次匯率干預嘅位置。咁所以現實嚟講喺呢啲位再積極做多都幾困難。睇翻依家周線圖嘅情況，其實都反映咗呢個現實嚇。連續幾個禮拜都收陽燭，如果今個禮拜都係陽燭收市，就會形成一個山頂。喺技術上嚟講，如果今個禮拜或者下個禮拜出現陰燭呢，就有機會見到高位逐步下移，市場氣氛都可能會轉弱。所以大家喺周線圖時都要留意呢啲可能性。不過考慮到中東局勢嘅不穩定，如果和平談判嘅進展，咁呢啲情況都唔容易出現。如果短線圖有吸引嘅空間呢，個市都會繼續向上推，所以都可以再試多一轉，邊做邊觀察住個走勢。想睇下仲有啲國際上嘅空間。好，跟住就喺日線圖，依家睇翻現時日線走勢，價格大約喺158到160.50先之間，啱啱喺中間位徘徊，所以都可以見到市況幾難喐動。呢個情況喺圖表上都冇得出。咁如果再宏觀咁去睇，依家都見到有個咁嘅趨勢線，下邊仲有日線移動平均線，仲有周線移動平均線，所以技術上嚟講，依家都幾難喺呢啲位做出突破。呢個就係現時嘅狀況。咁今日如果日線收市價可以企穩喺呢條趨勢線之上，如果發展到可以企穩喺呢條趨勢線之上，其實喺呢啲位做長倉 long 都可以考慮下，呢個都算係一個策略。不過作為交易員，如果要喺呢度做長倉，基本上都會想等到價格拉近翻上次干預匯市時160.50先附近先入場，呢個係比較基本嘅睇法。所以今日嚟講呢，喺呢條趨勢線附近嘅攻防呢，可能會有啲偏向下行嘅傾向。如果之後真係出現調整，價格回落到日線移動平均線158支持線或者周線移動平均線附近，喺佢呢啲位做長倉就會變得好吸引。我哋情況就會變成咁，如果跟翻頭先講嘅趨勢線呢，越向右走，空間就越大，佢可以爭取到更高嘅期望值。所以如果日線層面真係出現大幅調整，喺158附近開始做長倉，都可以作為一個交易計劃，預先準備住。咁當然，佢考慮住周線、日線呢啲中長線背景市況之下呢，我哋都可以再深入啲睇下有啲嘢更具體嘅入市位可以參考。好，咁而家睇下1小時圖，其實尋日就見到美元買盤推動咗個市，情況大致上係咁噶。咁樣計落嚟，大約有40點子左右嘅波幅，所以都可以睇到而家波動性持續咁低落。短線嚟講呢，就158.60先附近呢有個明顯嘅支持位嘅，而1小時圖呢都見到有個上升趨勢。咁既然係上升趨勢呢，回調低位呢就係入市機會。如果4小時圖嘅移動平均線都收集埋一齊，佢呢個位就會變得比較容易下跌。不過正如頭先講，呢個區間用點子嚟計都只係大約30點左右，所以覺得有啲吸引力，其實都係睇每個交易員自己嘅感覺。我覺得對我嚟講，冒住做淡倉嘅風險，特登去搏呢個區間，其實佢嘅必要。所以呢啲位你都可以選擇唔理佢都得。咁至於短線嚟講，如果有回調低位呢，其實做多都可以作為一個策略。睇翻1小時圖嘅 RSI 依家都仲係好高位，如果可以嘅話，最好都係等佢落翻嚟先再入市會比較穩陣。所以下一次做多建議等佢落到區間下限，即係158.60先附近，等佢真係落到嗰度先再撈貨，咁樣做短線策略會比較好。至於中長線嚟講，其實我都想等日線移動平均線158嘅支持位，甚至周線移動平均線附近先再考慮撈貨，呢個都係我心底話。不過而家波幅真係好細，市況都仲係好靜。如果地緣政治局勢冇嘅進展，其實你可以分兩注去咁做多啲位。總之今個禮拜成個市都好神經質，技術分析都唔係咁 work 嘅。咁依家做交易其實都幾難玩。不過而家最緊要唔係贏錢，而係唔好輸錢。所以你要預佢技術分析未必咁準，趨勢都唔會持續太耐。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呢個心態去面對市況。如果之後有咩大動作，我會再出 YouTube 片同大家更新。記住訂閱我個頻道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